穿上日本武士鎧甲，騎在雄壯的馬匹上，看起來相當威武。花車布置成日本祭典風格，走在隊伍最前頭的舉旗禮生也是穿的和服，人力車緊跟其後。舉旗的部分我們是以正袖呈現，然後後面三輪車上面就是以傳統和服方式呈現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立は台中中府堂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一年一度的青山王祭不只延續傳統，也增添異國元素。每到全國各地廟會活動，都成為矚目焦點的台中中福堂，這回祭出一系列日式陣頭。最特別的是，有一群相撲選手直接在廟城中表演相撲。另外，更出動上千人合力抬出日式神轎，有節奏的喊出口號，轎上供奉金虎爺，後方懸掛的大型鈴鐺由日本師傅純手工打造，要價高達18萬元。這日本轎是咱豐原的傳統，咱豐原有一間城隍爺廟叫豐原墩卡城隍，因就是上古早傳統就是日本轎，咱這少年啊。包括咱豐原墩卡城隍因這老班的轎班馬龍來趕支援。主轎則是二鎮保安廣澤尊王，掛的還是重達1公斤的金牌。今年青山宮迎來建宮170週年，中福堂再度受邀，帶着豐原最在地的誠心與熱情親贊繞境，有宮廟更是放滿鞭炮接駕，宛如紅地毯。特地用了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真的是大家是有目共睹，很感謝中福堂。這不僅是文化信仰的延續，更是情誼的交流。青山王祭典是台北3大重要民俗盛事之一，俗稱艋舺大拜拜。來自台中的知名金燒肉也慶讚真人藝歌車，日本的伐木義山祭共同慶祝，壓軸的衝轎場面氣勢磅礴，為百年祭典掀起最高潮。記者楊世懷台北報道。